来讲南投三那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有游园车跋落去山坎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7个人受伤。也即马游园车是拢总停驶，等待调查。发生事故的游园车封吊起来，车体严重变形，会当看出迄阵浪的溃力有偌大。受伤的乘客讲起迄阵的情形，心脏也是皮包菜。闪车了，伊闪车因是要起来，因迄要转来，迄是要上坡，毋是要下坡。你要下坡呢，那会足紧的他就刹不住的，先去弄壁。南投德山三那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，车口发生游园车坠落山谷的意外，造成1人死亡，7人受伤。来自中华姓陈的查甫，因为头部重伤，送医抢救，医院救无回来。另外6人分别送去中基体系的3间病院，其中来自中华保新的5人，其中1人受伤较严重。右侧第3到第11根的肋骨骨折，合并有这个胸廓变形，那血胸还有连夹胸。那另外，它有这个右侧的这个肝脏的撕裂伤。三那溪森林园区车10透早也是照常开园，游园有不少民众出来行村。该玩的还是玩呐，就是提高警觉就对了，自己出门小心这样。这是一个新闻事件，让我们提高一点警惕，让司机都提高一点警觉性，这样而已。园方表示，事故的电动游园车是2020出厂的，8档会保养一届。若细王的运将已经有20档的经验，到三那溪服务已经有10外，对园区的路况是不加熟。游园车一抓来回需要20分钟，司机一天爱走700转，拢符合相关规定。园区透过司机的讲述那以及警方所有对于司机进行酒测，那也调了他的这个上班的记录，那目前都没有工作超时以及酒驾的状况。园方表示，除了事故车辆，另外各6只游园车即马全面停驶。除了配合警方甲主管机关的调查，游园车拢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，上悬会当赔5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